特朗普新政府草台班子鐵證，自覺似兒戲。近日白宮嘅息怒群聊泄密事件，真係俾全世界睇咗場美式鬧劇。堂堂美國政府討論對也門胡塞武裝作戰計劃呢啲咁高級機密嘅事，居然將唔相干嘅大西洋月刊總編輯傑弗里哥德伯格拉入群。呢種神操作真係令人懷疑特朗普2.0係咪將白宮當成自己嘅後花園，將自覺理政當成過家家呢？詳細睇呢次泄密事件，佢哋用咗具備自動刪除功能嘅息怒軟件去討論重要嘅作戰計劃，搞到啲信息冇辦法按規定歸檔，公然違反聯邦檔案法。喺群裏邊隨便交流部署細節，發佈未經審核嘅方案，又將行政程序法拋諸腦後，就好似一間公司員工唔理會公司嘅規章制度，想點做就點做，而領導卻毫無察覺或者根本唔在乎，咁樣嘅團隊點會唔出亂子呢？特朗普新政府喺國家安全信息管理上咁混亂，話佢哋係草台班子一啲都唔誇張。而特朗普嘅人事任命方面就更加令人捉摸不透，佢好似更睇重忠誠度而唔係專業嘅能力，將關鍵崗位當成咗論功行賞嘅獎品。就比如呢次泄密事件涉及嘅官員，呢啲所謂嘅高層官員喺處理呢啲咁重要嘅事務上高錯漏百出，一啲專業素養同嚴謹態度都冇。副總統、國防部長、中情局局長等一眾高官喺群裏大談軍事機密，完全唔知群裏邊混入咗外人。呢種情況如果係正規嘅專業嘅政府團隊入面，簡直係難以想像嘅事啊！再回顧特朗普執政期間嘅其他政策，都充滿住混亂同埋隨意性。喺貿易政策方面，一時對呢個國家加徵關稅，一時又同嗰個國家重新談判，朝令夕改，搞到美國企業同埋國際市場都無所適從。一時退出呢個國際組織，一時又宣布重返，完全唔考慮國家信譽同埋國際影響，就好似一個任性嘅細路，諗一出係一出。